心房总隔的缺损是先天性心脏病的一种，发生的几率大约1500%。因为心房总隔出现破孔，造成左右心房的血液互相来流通，无形中影响到囡仔的健康。若无及时来处理，日后可能会出现肺动脉高压、心脏衰竭，或者是心律不整等严重的心脏问题。基比病的医科部近年来致力伫咧移动的心导管，现在透过心导管的手术，就能将心房总隔的缺损来关起来。心脏的先天缺损其实是从出生就已经有了，只是有些人的症状并不是非常的明显，所以从出生就有的问题，直到长大以后才发现，在长大的时候发现，就建议还是要处理，以免日后造成不可挽回的一些心脏问题。我们的心导管的技术是在大腿的内侧打2个针，然后利用管子，也就是心导管的方式一路延伸到心脏里面破洞的位置，然后将关闭器摆在它的破洞。那当破洞被关闭器封堵、被塞起来了以后，就把管路移开，身上不会留下任何伤口，只剩下关闭器去把破洞的地方封堵起来。现场2位小朋友今年拢拄满6岁，因为当初伫咧外面的诊所，拢被发现有心杂音。后来转到基比病院检查，拢是心房总隔的缺损。后来透过移动的心导管，才顺利将心房总隔的缺损来关闭。照超音波时有发现说，他的心脏有一个小洞。那急诊那边的人员是直接安排到陈医师这边，然后做后续的追踪。那结果就发现，这个洞一开始是可能只有0.3、0.4，可是随着他年龄长大之后，也没有自己关闭，对，越来越大，对，就是越来越大这样子。那后面就真的是安排，避免有一些风险在，还是建议我们去做一个开刀的手术。医师表示，随着医疗技术的发达，真侪先天性的心脏病，目前会用使用心导管的技术来取代传统开心脏的手术，唔但空最少，而且复原的时间紧，但也是要注意少数的并发症来发生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